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、伴侶甚至仔女係屬鼠嘅，停低手上嘅嘢，接下來我講嘅每一句，分分鐘保住你全家下半世嘅身家同平安。我絕對唔係同你開玩笑，亦都唔係危言聳聽。無論你上半年過得幾風生水起，又或者平淡無奇，由踏入2026年下半年開始，屬鼠嘅朋友，你哋命中即將迎來一場衝擊力極強、避無可避嘅大風暴。很多人平時對風水命理半信半疑，覺得運氣好壞靠自己搏殺就得，但係去到星象大洗牌嘅關鍵時刻，如果你仲係懵盛盛，咩都唔避忌，分分鐘連自己點樣傾家蕩產，點樣搞到一身病痛都唔知發生咩事。大家不妨諗下，最近係咪開始覺得做嘢好吃力？明明好努力想享食，但啲錢硬係左手交右手，點都儲唔到，仲要無端端要倒貼食谷種。身邊總係多咗班笑面虎督你背脊，傾好嘅大生意臨尾香，甚至無端端整唔見嘢，跌爛手機，出啲小意外。如果你有呢啲感覺，聽清楚，呢啲絕對唔係偶然。命理呢家嘢你可以唔信，但天地氣場一變，大自然嘅規律絕對唔會同你講人情。點解我會講得咁重？因為今年2026丙午年，天干丙屬火，地支午又屬火，成個天地都係極端嘅烈火。呢個就係玄學上講百年一遇嘅赤馬紅羊劫開端。而12生肖裏面屬鼠嘅五行正正係屬水。水同火天生相克，遇上馬年呢個局叫做子午大衝，水火不容。下半年天地間嘅火氣去到頂峰，屬鼠嘅人就好似一滴乾淨水，突然跌落去一隻燒到通紅嘅鐵鑊上面，吱一聲，瞬間就會被高溫蒸發得無影無蹤。喺咁惡劣嘅氣場之下，有兩個地方煞氣特別重，完全係克死屬鼠。你唔聽勸告，硬要踩入去，不單止散盡家財，分分鐘連健康同全家平安都賠埋。如果你或者身邊最親嘅人屬鼠，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大災退散平平安安8隻字，先同自己同家人搭個防護盾，吸一吸旺氣，擋一擋煞氣。我哋馬上詳細拆解。第一個屬鼠嘅人，下半年打死都唔好去嘅地方，就係極陰、晦氣、負能量極度聚集嘅場所。每個人身上都有3把火，兩邊膊頭同頭頂係擋邪氣同病氣嘅屏障。平時行運身體好嘅時候，3把火燒得旺，咩污糟嘢都埋唔到身。但係下半年屬鼠嘅朋友本命水被午火狂燒，呢3把火會弱到好似風中殘燭，隨時熄。當你磁場最弱嘅時候，最忌就係去吸外界嘅陰氣同病氣。第一種極陰之地係醫院同殯儀館。平時探病問喪係人情世故，但我勸你2026下半年你一定要學識自私啲。除非係最親嘅直系親屬，例如父母仔女病咗，你身為人子或者父母冇得避，否則普通朋友、同事、遠房親戚入院，又或者唔係深交嘅人辦喪事，千萬唔好去出席，連探病都盡量免得就免，打個電話、飛個 WhatsApp 或者俾少少薄金慰問就已經足夠。點解要咁絕情？因為你而家防禦力係0，一去就會將現場所有負能量同晦氣全部吸晒落身，分分鐘第2日發高燒，成個月頭暈眼花，最慘係將啲晦氣帶返屋企，連累家中老幼。第二種極陰之地係夜間荒山野嶺、半夜海灘水塘，好多香港人壓力大，放假中意去行夜山，話吸靈氣，或者半夜3更揸車去偏僻海邊釣魚吹風。屬鼠嘅朋友，我嚴重警告你，下半年呢啲活動全部即刻取消，絕對冇得商量。夜晚11點到凌晨1點，此時係陰氣最盛嘅時候，加上人跡罕至，你本身已經心神恍惚，去呢啲地方，一來極易出意外，例如行山拗柴、跣腳骨折、揸車撞車；二來極易受驚，中醫話驚則氣亂，返到屋企晚晚發噩夢，搞到神經衰弱就大件事。如果真係有特殊情況，例如返工一定要去偏僻地方，或至親入院，迫不得已，點算？教你一個民間流傳極有效嘅保命急救法。
出門前個乾淨嘅利是封，入面擺少少廚房嘅粗鹽，記住一定要粗鹽，唔好用幼鹽。再切一小塊新鮮生薑放埋入去，封好擺落衫袋。返到屋企，入屋之後，第一時間直入洗手間，用碌柚葉煲熱水洗手洗面，或者跨過火盆，將身上殘留嘅陰氣徹底洗淨燒走，咁樣先可以勉強保住平安。第二個地方同陰氣無關，反而係火氣極旺，充滿是非爭執，引誘你衝動破財嘅喧囂名利場同娛樂場所。子午大衝最可怕嘅唔係直接令你受傷，而係令你心智大亂，喪失理智。平時精明冷靜、漱口精嘅屬鼠人，下半年會突然變得極度暴躁、盲目自信，甚至貪念大爆發。第一種是非破財地係高風險賭場、地下麻雀館、內幕投資會。屬鼠嘅人下半年逢賭必輸，逢投必蝕，呢個係鐵律。你命格裏面嘅財水正被五馬大火瘋狂蒸發，去到賭場嗰種狂熱貪婪嘅火氣一衝埋嚟，你理智瞬間歸零，一鋪清袋，連棺材本都輸埋，絕對唔出奇。而家好多詐騙集團中意搞咩內部投資會、虛擬貨幣推廣、高息理財講座，佢哋就係睇準你急於求成，想一招發個豬頭嘅心理弱點，畫個天大嘅餅俾你，你判斷力一失準，一簽紙過數，半生心血化為烏有。聽到必讚零風險，即刻當佢唱歌，避之則吉。第二種是非破財地係品流複雜嘅酒吧、卡拉 OK、無謂應酬酒局。下半年屬鼠人肝火旺盛，幾杯落肚，防備心跌到零，好容易因為一句說話、一個眼神就同人發生激烈口角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分分鐘搞到見血受傷，惹上官非，要賠一大筆律師費。又或者俾人灌多2杯，拍心口應承幫人做擔保借錢。第二朝酒醒已經太遲，記住4隻字：靜水流深。下班就乖乖地返屋企食飯，沖個涼睇電視，修心養性，減少無謂社交，呢個先係明哲保身嘅最高境界。聽到呢度，好多屬鼠嘅朋友可能嚇到冒冷汗。師傅，咁我下半年係咪只能夠匿喺屋企？我仲有要食養家嗬？大家定啲嚟，深呼吸。玄學從來唔係只係嚇人，風水講求一物降一物，陰陽五行相生相克，有大劫就一定有解藥。今日我當送份超級大禮俾大家，免費公開一個專屬屬鼠人2026年下半年可以擋災保命兼催旺財運嘅獨家風水陣。第一步就係遞出家中正北方，呢個係屬鼠嘅本命位。聽朝起身第一件事，找出大廳或者睡房嘅正北方，呢個位下半年對你來講係神聖不可侵犯，馬上打掃得一塵不染，絕對唔可以堆放垃圾、鞋盒、爛紙皮，而且正北方絕對唔可以擺任何大紅色、橙色、紫色或者三角形嘅物品，連紅色地氈窗簾都唔得。喺正北方放火，等於引火自焚。第二步係佈置6同生水局，去買一個乾淨嘅透明玻璃杯或者白色陶瓷杯，最好圓柱形，裝大半杯乾淨清水、蒸餾水或礦泉水。準備6個1毫子或者5毫子硬幣，銅色或銀色，5行屬金，洗乾淨放入水杯入面，穩穩陣陣擺喺正北方嘅台面或者櫃面。易經話：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，六代表金，金能生水。呢個局等於幫你屋企裝咗個源源不絕嘅能量泉眼，24小時幫你補充被火燒乾嘅水氣，頂住致命衝擊。水如果有塵或少咗，記得定期換水。除了家居風水，你每日出街嘅貼身磁場都極關鍵。下半年請你嚴格遵守金水相生法則，打開衣櫃，盡量注多啲藍色、黑色、灰色、白色、銀色、金色。藍黑屬水，平靜心境；白金屬金，金生水，增強貴人運。大紅色、鮮橙色、紫色絕對要避開，就算底褲、襪、領呔都盡量唔好着紅色，免得激發躁動情緒惹是非。我亦強烈建議佩戴金屬飾物，純金、純銀、白金。
金屬自帶冰冷堅硬氣場，係最強化殺利器，幫你斬爛桃花同小人。如果中意水晶、黑曜石、黑碧璽、黑瑪瑙，係你下半年嘅護身符，佢哋好似黑洞咁吸走所有負能量。記住，防煞水晶一定要戴右手，左手入氣，右手排氣，戴右手先可以將體內病氣同霉運排走。命運雖然有高低起伏，但只要我哋心存敬畏，唔好咁鐵齒，識得用老祖宗嘅智慧趨吉避凶，所謂嘅生死大劫一樣可以化為平穩過渡嘅轉機。捱過2026下半年呢個關口，屬鼠嘅朋友就會迎來徹底大洗牌，將過往霉運一掃而空，迎接真正屬於你哋嘅黃金大運。呢條片包含嘅玄學天機，關乎你同至親嘅平安身家。我強烈建議你睇完之後，千萬唔好自己收埋，即刻撳分享，將呢條片轉發到你嘅家族群組、朋友 group， 或者直接 send 俾身邊屬鼠嘅父母、伴侶同仔女。佢哋未必識睇風水，但你將呢個警告同化解方法傳俾佢哋，等於送咗個無價嘅平安符，護蔭家人、拯救朋友。呢種善因最終一定會化作巨大福報，雙倍甚至10倍回報喺你自己身上，積福絕對功德無量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原理解釋得夠貼地通透，俾出嘅方法真係幫到你定驚，令你對下半年重新充滿信心，請你馬上撳實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鐘仔。以後每逢有重大星象變動或者生肖吉凶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嘅避坑指南同催財秘笈，保證你未來日子行少好多冤枉路，步步為營，發個豬頭。最後，我想請所有睇緊影片嘅朋友，無論你本身係咪屬鼠，都請你喺留言區用最堅定嘅心打出擋災化煞、平安大吉8隻字。宇宙磁場係互相感應嘅，當幾萬人一起發出祈求平安嘅善念，就會聚成一個堅不可摧嘅防護罩。我會親自喺後台睇大家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強大嘅平安旺氣送俾你，保佑你同家人下半年百毒不侵，財源廣進。大家記住，擋災化煞，平安大吉。多謝大家耐心收看，祝大家下半年順風順水，出入平安。我哋下期節目再同大家拆解更多玄學奧秘，下次見，拜拜。